佢出嫁嘅前一晚，佢唔係為佢嘅婚禮祈禱，佢仍然係為播道神學院嘅人同埋播道神學院嘅發展需要祈禱。佢為播道神學院祈禱，總係佢每一日一定會做嘅事。舊年呢，因為許姑娘跌親，都跌得好傷，學院呢就派我去 Denver 去探佢。到埗嘅時候呢，因為風雨嘅緣故咧，飛機阻遲得好緊要，我好夜先去到。當時咧佢係瞓咗嘅，所以半睡半醒嘅時候咧，佢就話：你聽朝一早嚟話俾我聽，郭文慈退咗休，邊個會做院長？嗱，誰不知咧，第二日嗰晚佢又跌倒，所以跟住就送咗入醫院，一住就住咗2日。我再探佢嘅時候咧，佢第一句就問我：邊個接手做播道神學院嘅院長？我要為佢祈禱。之後咁多日，每一日佢同我見面，第一件事、第一個祈禱就係為文院長同埋播道神學院嘅需要祈禱。同時咧，佢都會為到咧每一個佢識嘅老師祈禱。然後咧嗰啲唔識嘅咧，佢要我介紹；唔識嘅無論係老師、職工，佢都要我介紹；新嘅院董，佢都要我介紹。然之後就逐個逐個咁樣祈禱。偶然咧，佢都會問翻一啲佢教過嘅學生，真係嘅，佢連名帶姓咁問嘅。佢教過畢咗業嘅咧，佢成日都心掛住。所以對我嚟講，許姑娘個心記住嘅，全部都係播道神學院嘅人同事。佢對播神係不了情，呢個對我都係一個好好學習嘅榜樣。